橫濱中華街係日本最大嘅唐人街，位於橫濱地鐵未來線嘅園丁中華街站。呢度嘅歷史可以追溯至1859年橫濱港開港之時，大批華人隨同英美商人嚟橫濱做生意，聚居喺而家嘅中華街呢一度。而家大家見到嘅呢個地方，1880年嘅樣貌係咁噶。照片嘅右方清楚見到換錢嘅鋪頭、影樓同埋鞋鋪嘅招牌。依家嘅橫濱中華街基本上係一條食街，酒樓、餐廳同埋小食店林立。仲特別多以香港為名稱嘅餐廳，店鋪話佢只係賣香港食品，老闆唔係香港人嚟㗎。對於我呢個香港人嚟講，橫濱中華街嘅食物就冇乜大吸引力啦。中華街嘅另外一個特色就係睇相鋪特別多，間間都話自己最準，估計呢度嘅遊客都幾多人鍾意睇相㗎。逗留喺橫濱嘅時間只有大半日，去嘅地方唔多，不過令我最有驚喜嘅就係呢個野毛山動物園。呢個動物園不單止係免費啊，仲有大約100種動物，好多都活潑精靈，非常得意。仲俾我發現呢個用廣東話寫嘅宣傳海報。動物園旁邊仲有一個植物園。同埋一個可以飽覽橫濱市容嘅公園。公園裏面有個紀念碑，展示橫濱喺1964年東京奧運會嘅時候協辦過球類比賽。野毛山動物園雖然位於市區，但由最近嘅地鐵站京急本線嘅日之出町站出發，要行10幾分鐘，而且仲有啲上車，雖然有啲辛苦，但係我認為呢都係值得嚟㗎。